我叫華俊啦，英文名叫阿俊。咁咧我就本身係大腦麻痹症嘅患者啦。咁我由出世到而家咧，都係要坐輪椅代步嘅。咁就之前係喺特殊學校讀書啦，就由呢個小一去到中三，都讀過下一啲叫做主流嘅課程啦。咁係一啲青年學院YC Youth College 嘅一啲嘅課程。咁就讀到咧係中專到畢業，以做義工為主啦。咁就喺自強幫手咧，都大概都有七年多嘅時間㗎啦。咁我第一次見到阿 Jo 咧，其實就係就9月份嘅時間啦。唔係啊，第一次應該係1-2年前咧，係栽過一次阿 Jo。同佢一齊跑步咧，都第一次見佢，咁就都覺得個為人都幾好嘅，佢都能夠幫到下我哋嗰個輪椅嘅服務啦。我哋最主要係輪椅美公司嘅服務咧，係幫一啲坐輪椅嘅朋友啦，因為大多數坐輪椅嘅朋友咧嘅經濟咧嘅收入咧都係普通啦，或者甚至有啲係冇收入嘅。咁就我哋要靠一啲嘅資助啦，同埋一啲嘅捐款咧，去維持翻我哋自強協會嗰個輪椅美公司嘅運作啦。因為咧，其實香港而家咧整輪椅嘅費用咧，實在係好貴嘅。如果一架輪椅壞咗咧，基本上你維修費閒閒地咧都幾千蚊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有個免費維修嘅服務咧，都多得阿 Jo 咧去俾一啲款項我哋，能夠維持到我哋嗰個美公司嘅服務啦嘅運作啦。咁其實個美公司都幫咗好多社會上面嘅輪椅朋友咧，去維修輪椅咧，去減輕佢哋嘅負擔嘅。